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小編，叫維維。呢幾日咧，香港天氣好凍喎，咁咧大家要注意啊，保重身體，保暖啊。冬季點樣去做保養，提升陽氣呢？冬季被視為一個應當進行收藏嘅季節，意思就係喺冬季呢個陰盛陽衰嘅時候，通過休息、飲食和情緒管理等方式嚟調養身體，為來年儲備能量㗎。基於陽藏這個核心，冬季保養咧主要咧就係有以下呢幾個重點喎。咁第一咧就係保暖護陽啦，陽氣係我哋生命嘅動力。冬天寒氣盛行，最易損傷陽氣，所以保暖係第一要務。第二咧就調節作息，冬季日照時間比較短㗎，所以應該要早睡晚起，讓自己身體得到充分嘅休息和恢復。第三就係飲食保養啦，要攝取多啲溫暖滋補嘅食物喎。第四咧就係情緒管理啦，冬季最容易讓人咧感到抑鬱嘅，因此咧要時刻保持心情愉快，避免過度焦慮同埋緊張。第五咧就係運動啦，運動咧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但要根據實際翻情況適度嚟進行喎，唔好過度運動而損耗陽氣㗎。思考緊仲有乜嘢可以做咧？啊，諗到啦，就我哋可以做多樣嘢咧，就係做督脈同埋下肢護理啦。督脈嘅位置就係人體嘅背部中線，咁啊由尾椎開始，沿住嗰個脊柱向上，經過腦部，最終去到下巴。督脈咧係主要嘅陽經，同身體整體嘅陽氣、脊髓和中樞神經系統係有相關㗎，提高身體嘅抵抗力同埋生命活力有重要嘅作用。冬季對應嘅係水，喺人體嗰個器官當中咧，對應就係腎啦。咁腎係主藏精，係先天之本，為生命嘅根源。冬季係補腎養精蓄銳嘅最佳時機，為身體嘅能量銀行進行儲蓄。喺冬季調理督脈和下焦咧，有六大好處㗎。咁喺下一集咧，我會邀請德康養生館 May 姐 May 亮去講解點樣去做督脈同埋下肢護理㗎。咁佢係一位國際自然療法徒手理療師。留意下一集啦，拜拜。